千金人命輕三兩啊！縱使有心毀碎齊未安，雖防寶殿有刀藏，一命難消故國仇。恐後累到500群臣6代繁華3日散，一杯心血知七河也。神不可佔君一線，父不能對女後，痴乃倫理。江上紀念帝女化，何不念先帝遺骸，上記在茶庵，未入回倉，我欲受皇恩，哭先父流浪全台，曾見更公平，掛上鴛鴦榜，我欲這濃情，痛骨肉仍歸神母，收牽連共帶，怕對合歡坐，身低慈悲人間看，劈開金鎖放帝郎，佢話先安全台父，後息在囚人，然後百拜入朝，共佢齊眉安。孤都未作保蛇人，點知雙蛇盤溫上啊！誰說女兒不立無根娘啊？來有千軍萬馬從，風未來兒先作樂，繼女嘅機謀逼我強強牙獻取鳳還巢，重新再路前夜霜，有主意。皇上，你何不頒下詔書，封太子於公主大婚之前呢？哦，書文你都可以一言九鼎，何況我係一國嘅君王呢？你啊，你請公主先入朝，然後再行下詔。周駙馬，你代孤王傳口諭，傳長平公主上殿。拎下詔。皇上有旨，傳長平公主衣冠朝見。主官有此理。
之時，面帶愁容，眼中有淚啊！看見公主入朝，一笑嫣然，都未有絲毫就悲愴啊！皇上，想我未入朝之前，都曾與駙馬相約，我話過未安全抬父釋放在囚人，帝女今生都永無還朝之日啦。適才間聽駙馬代傳口語，可見皇上你有憐惜之心，帝女一定無感激之意呢。想今日殿中嘅大臣500，屬於開家救神者，總有300以上。如果佢哋見到哀家笑，咁又點啊？就會對皇上你心悅誠服啦。即如果佢見到哀家喊咧，咁又點啊？就會對皇上你心懷怨妒。想我長平嘅新善解人意，寧鑑不要消滅暴君王。昌平公主，你聰明嘅真係聰明啦！你與呢個昂駙馬都大有天淵之別啊！好啦，孤王願代替崇禎，將你終身撫養。皇上，我經已8拜金階，何以未見你攀下詔書？今未見你劈開金鎖呢？皇上啊，我不禁悲從中起啊！我而家嘅眼淚都忍唔住，只怕佢喊親會變陣潮。皇上啊，我哋公主啊，真係笑笑下都會喊嘅，你何不立即攀下詔書，以為神所望呢？係咯，皇上啊，太子只不過年方12啫，就算前龍出海，亦都唔會騰達飛翔㗎。今朝都莫說前朝事，之後就撮合奉咩太皇。先王未裝帝基籌，公主啊，你何妨低聲啊？
人馬護送學生點了？長平公主人，你嘅要求，我王都替你辦完啦。你好應該與駙馬立即成婚，免負兩婆嘅義罪啊！皇上，長平焉敢再逆皇上意志呢？難得你答應我將花燭之意，切在月華宮外。嗰次雖是花無並蒂，但係事有堪章。我自當準就，吩咐到我。情